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3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赶紧就来报人才。高雄兴达电厂因为电网故障引起机组跳电，造成全台湾大失电，就要分区送电。台电表示讲会赶紧抢修。今日国内增加13个本土病例，其中西亚会前会长目前已经造成19人群组感染，指挥中心也公布因的活动行踪。全台湾运动会还未毕业9个项目确定的延期，另外开幕式也宣布被取消。讲到高雄的兴达电厂，今仔下晡因为路地的高压变电所发生故障，连带害到4台机组跳掉，目前正在抢修。全台湾也着爱分区送电。伫咧高雄、台南、屏东，因为无电通好用，各单位是乱糟糟。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可能会影响到200万户到今日暗时9点。高雄兴达电厂13下晡传出真大的声音，而且乌烟是一直冲出来，了后就向向停机，因为路地的路北超高压变电所故障，致使兴达电厂拢总4台机组跳起。虽然有赶紧修理，不过嘛致使全台湾为下晡3点开始紧急分区用电。那个烟囱已经冒烟了，气体就是一直是声音很大很刺耳。在这边这么久，就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那预估它影响的范围。应该是在它的馈线 C 跟 D 组2组啊，那每一个馈电机组轮流的供电跟停电。高雄市长陈其迈下晡召开紧急会议，市府嘛是停电的受害者之一。规栋大楼停电是暗扫扫，互员工是感觉真恶办公。另外，台南科学园区嘛有7间厂商受到影响，有部分的员工是直接去户外等电来，若台积电、军创甲联电是无停电。台电已经通知台南园区跟高雄园区在22.8 kV 馈线上的厂商要分区的供电。那台南园区跟高雄园区受影响的厂商大概是中小型的厂商。台南、高雄甲屏东路口有袂少青红灯白道，造成交通拍夹。警方赶紧去路口指挥交通。若台南眼控卫生所因为有放10几种预防车，嘛赶紧启动插油发电机来供电，避免疫苗变质。大概下午3点的时候开始停电。那我们在停电的同时，我们的疫苗冰箱就启动。那目前我们的疫苗是保存温度是2到8度。那目前疫苗温度是5度。停电影响的层面真快。台南、高雄甲屏东3个县区，拢总接到24件电梯受困的案件，抢救了后拢已经脱困。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兴达电厂停电影响全台湾 CD 2组的系统，目前是采用50分钟轮流用电，拢总差不多有200万户受到影响。按照影响的时间会到暗时9点，台电嘛赶紧恢复正常用电。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有增加12个境外，13个本土。本土的部分有9个病例是甲前西亚会会长有牵连，有3个病例是甲网咖的地管有牵连。到目前为止，西亚会会长所造成的群组感染，包含伊本人已经有20人感染了。另外讲到网咖的这个地管也有7个人。经过调查，西亚会宜兰电动境的病例可能是甲华航技术有牵连。讲到这个病毒是安怎传出去的？可用惊是怪调查。国内国新增加1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9例甲西会群组有关系，3例是甲网咖地下管有关系。指挥中心表示，1至45、1至46、1至48、1至50、1至51、1至53甲、1至559、1至57例，登校的人是7男2女，年岁伫30外岁甲80外岁，其中4人无症状，5人冇症状，伊拢捌甲西会前会长1至03例共餐厅食饭，列接触者采检确诊，到目前西会相关群组10人确诊。1203相关相关的群聚有部分个案曾是台北市万华区茶艺馆的活动。那另万华区茶艺馆群聚相关的个案，有个案曾至宜兰礁溪乡、信义乡巨城电玩游戏场及宜兰市新民路的大地球有一场活动。
调市艋舺区地艺馆是增加3人确诊，因拢伫个无共款的地艺馆工作。指挥中心表示，1至4七、1至5之假、1至5四日，年岁伫30外岁到50外岁，3人伫个初8到初10陆续出现症状，要去诊所看医生，后续分别伫11、12到病院采检确诊。1至4、9日60外岁男性定期到艋舺区活动，伊伫5月初5出现咳嗽、拍家唱，初7出现发烧这症状，初10到诊所看医生了后，继续因为发烧12看医生采检确诊。到目前，艋舺地区相关感染者已经有7人确诊。指挥中心要针对艋舺4月15到5月12出席相关地区民众，发送差不多60万封的疫情警示简讯。透过协会的关系，那把这个从业人员也好，或是在这段时间的这个客人，那会交给防疫师继续做后续的疫调。针对北台湾伫第2天出现2件不明感染源群组，甲3件感染源爱调查案件，指挥中心针对3会前会长1至03日甲宜兰邮寄场个案1至01日做基因定序，结果发现甲华航诺富特事件主要病毒株有共款的传播链。诺富特里面员工都相同的这个病毒株，华航也有几位机师是感染同样的英国变异株那他们跟这个罗东的这个1202案以及这个泸州的1203案彼此之间的序列都是相同的，显示说很可能是有同样的一个传染链。但市长强调，目前疫情虽然严重，不过亲像新北3会前会长甲艋舺区地设个案确定有人甲人的连接，应该是人甲人的传染，所以可能是连锁的传播链。只是病毒是安怎走的，人甲人之间是如何接触的，要搁确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位已经染病前西亚会会长，昨伊是一个人喂互10个人，今仔个逼出讲有9个人去喂着病，这9个病例拢是捌甲前会长做伙食饭过的人。目前这寡确诊者的病例行踪也拢去过台北、桃园地区，相关的接触者也追踪100多人，目前也正在继续采检。因应西会相关确诊者外来过者，伫桃园这间餐厅前1天就接到通知爱消毒。业者讲，为了彻底消毒，第一时间就委托外部清洁公司来做清洁消毒，甚至暂停营业。目前要咧评估。先消毒，就是请那个外面的消毒公司来消毒。这间日式料理也是确诊者来过所在，店员讲一早环保局已经来消毒，消毒了后都是中途休困时间，所以无人去。因为我们现在上班时间，等老板来再做决定。因为食饭个增加9例，甲前会长斗阵食饭的确诊者，传播链个扩大，指挥中心个公布更较详细疫调资料。3会前会长甲伊相关接触的确诊者，捌伫5月初4到初7去过上北宴会厅顶餐饮场所，也佫去所过福兴馆。初8之时伫新北市活动，暗时到台北市信义区小百店，也佫国父纪念馆卡好演奏会。同一天又去台北市地下街路边店等地。初9到台北市美食大卖场，佫去新竹城隍庙，暗时佫登去台北，时间需要咧调查。初7中昼到台北市北投美食卖场，佫去泸州泰式料理店，暗时伫顺东堡古拜店食饭。当然也要谢谢他们能够坦诚以告，让我们这情况能够慢慢能够把这个轮廓弄得清楚来。我们的疫调都是这样，就是跟他只要有交错时间超过，又没有做好戴口罩。有安全距离，我们就会把它框列进来。3会群组传播有真侪地点伫新北市，新北市政府宣布10时开始要启动全市24小时大规模彻底消毒清洁。指挥中心统计，目前甲前会长的接触者已经列出173人，采检109人，除了个案本身，已经有19人确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艋舺逼出群组感染事件，为着要避免疫情搁再拖开，市政府向万华分局下令，要求管区内面172间的地馆要休困3天，今仔日也会加强消毒，而且会伫艋舺内面设社区采检站，若阵接到通知的民众，就要赶紧去采检。11、12。一分配政府，因为疫情继续升悬，艋舺区染疫个案经过查证，甲西会群组案有连结。13公布的新一波确诊者卡者，艋舺的店家佫增加美金饮酒店、珠海青地馆，也佫粮食小吃店。为避免疫情继续拖开，
台北市府特别向万华分局下令，要求辖区内底172间地设停业3天。环保局也派真侪人入店来消毒。我们现在总共有这个12支枪，我们今天是要针对这个172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茶室入内喷销。我们会针对监视器画面去辨识查明，在这段期间有出入这些地方的一些民众。面对市府强力执法，地食业者只好乖乖配合。大门锁起来，店家也被打无消毒了的通知单。疫情的关系大家安尼，所以做消毒安尼对大家拢好啦。赚得到，花不到怎么办？对不对？哎呀，马上来给要不要弄？哎呀，这一些的从业员呐，他们回家以后是住在他个人的套房，我觉得这个还要再继续追踪下去。因万家家友袂少，李长江会向家友加强防疫宣导，协助因散到适当的所在。考虑万家染疫案附近是龙山市集运站，附近也有夜市人流复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甲台北市合作，请台北市成立社区采检站，加强采检能量。他只是回来要采检的，好，那我们就走另外这个流程。那这个流程就会比较单纯，他就去挂了号，然后去采检窗那边做采检，采检完就可以离开。好，那如果是被召回的，那当然就他可能就要走完整个急诊的流程。市联医强调，民众若受接到中央防疫简讯，各地可能甲确诊者有接触，或者是最近捌伫当地活动，感觉身体有状况的人，拢用来采检。疫情指挥中心也强调，何指定可能有特定接触的人，甲相关可能染疫人员，应方便、快速、安全做采检，防止疫情搁扩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几天，咱台湾的本土病例一直逼出来，伫宜兰有学生囡仔确诊啊，桃园镇也有学生囡仔去喂着病，全校是紧急停课到月底，全拢改做是线顶教学。疫情当地的滚假，伫宜兰了后，桃园嘛传出各校的学生确诊，有学生因老爸疑似参加5个的生日会餐会，去喂着了后，佫喂互因太太。做伙大概6年仔的大汉查某囝嘛疑似确诊，1年仔的细汉查某囝，目前第一届采检是阴性。全学校紧急停课2礼拜到月底，会先用线顶教学的方式，5月31日才开学上课。当时的班级立即停课了。那明天呢？全校停课。那我们老师就在家里跟小朋友在家里，我们就用视讯教学。学校早起已经紧急消毒，真侪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嘛伫学校门口等要接囡仔转去厝里。这2个囡仔因迄班的老师甲学生先去民生病院做采检了后，居家隔离。也若其他班级的老师甲学生，目前是先自主健康管理。有一些班级是叫家长就是下课就带小朋友去采检，然后有些是说直接停课2周。卫生所有通知我们要居家隔离，一户里面就是照护者跟小朋友这样。那上课说要采远距教学，学校之前就有演练过，包括泸州、包括万华衍生过来的这些个案。我们在追踪上很彻底，那足迹的部分也是一样，我们希望12小时内完成消毒。那等热区消毒完毕以后，我们全市还会进行1次大消毒作业。桃园市长陈文灿表示，这届4个策略包括疫调、隔离、采检，还有消毒，拢爱尽量做到即时来处理，而且会当加做，就唔通减。希望甲所有的风险拢会当控制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拢有公布，这个家人的本土病例所去过当地菜市啊、甲餐厅，市政府也宣布讲，信义市场爱休困到5月23，特别进行大消毒。另外，家人市的图书馆暂停开放1个月，校庆也就爱停办，也会加强对56场所的稽查。消毒人员穿隔离衫，唔敢带去市场每一个所在拢消毒掉。家人信义市场13已经做3摆消毒。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以及17日家人附近人捌伫个初7早起9点到10点来到这市场买菜。家人市宣布，信义市场即马开始全面停业，到23透早12点。因为我们在那也做很久了，所以没办法，就是为了疫情，该休息还是要休息啊。有增加什么防疫的措施？有，我们目前就是座位都有增加隔板。以及17日附近人也捌伫个车尾暗时6点半，到家人这间小高棉川菜馆食饭，餐厅已经有了铁门踏出工具，配合防疫暂停营业。那生意而且都时间一到，他们5点钟开始嘛，4点半人家就在排队了。我们现在不敢出来了啦，为了自己的生命啦，大家也怕，谁都会怕。
那该个案可能不是不明感染源的一个案件，而是它的源头有固定指定的一个指向的一个案件。我们要求在今天晚上要完成本市295家全部的8大场所的一个稽查。如果没有办法配合10连制的一个查核，并且符合防疫的一个要求，我们会一律要求停业。目前全基隆市有120人自助健康管理，43人居家隔离。基隆市长林佑昌阁有上新的防疫措施，全基隆市图书馆关1个月，基隆校庆全面停办。13暗时，基隆市会加强稽查8大场所，若未当配合人名制，会命令停业。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今仔日有公布确诊病例行踪，捌去过宜兰另外2间的电动间。卫生局除了消毒，也当咧追查接触者。另外，宜兰县政府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宜兰16大的风景区暂停开放，公路场所也着爱先休困，休到6月初8。清洁队员沿路消毒，因为宜兰东溪的旧城电玩游乐场，讲有确诊者捌来这个所在，县政府已经下令8大行业暂停营业，快速展开防疫作业。5月12到5月14也会针对每一个中小学还有转运站、火车站、风景区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消毒。确诊个案捌到宜兰大地球游乐场，业者已经暂停营业进行消毒。这2间游乐场拄好是爆发本土群聚感染的银河毕加路的分店。卫生局表示，已经动员人力进行控列，目前当地确诊相关人数也到为止。县政府陆续打广告提醒游客，大溪温泉公园暂时无开放。由于疫情持续影响，为了您的健康，为了避免人规定踏做伙，包括着汤仔城清水第一这真出名的观光风景区，也拢暂停营业。另外，宜兰县政府发现8大行业无法度落实防疫措施，所以下令专管13种拢总184间8大行业暂停营业到6月初8。8大行业。这个没有办法实名制，所以呢，从现在开始，8大行业呢，就是暂停营业。从现在开始，有家长特别带囡仔来广场佚佗，因为讲限制户外景点不合理。如果人数不要多，然后孩子可以戴口罩，可以来这里走一走之后可以洗手，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我都呼吁我们的会员尽量来配合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那这个期间，我们就尽量不要来接客这样子。宜兰市观光大县，尤其是风景区，大概假日总是人踢甜。面对疫情摊开，民宿业者指出讲，最近退房率达到60%。对这代志，当地400多间民宿业者达成共识，决定暂停营业到6月初8，协助政府防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台湾本地是按算明仔载要开播，不过台南市长黄伟哲在其呼吁运动会就要延期举办。台也发表声明，建议体育署加大专体总爱甲还未比的9个项目比赛来延期。体育署下晡宣布延期，不过已经比到一半比赛会比赛线，开幕式的部分现在是宣布取消。目前吊小球后场跳赛全台湾羽球比赛13举行，避免室内规定感染，除了选手、裁判无开放予观众，无超过100人。虽然落实防疫，台南市长黄伟哲再去公开呼吁延办比赛。选手比赛完结束之后，他们离开这个场馆，到宿舍、到旅馆或到街区去逛的时候，这个部分是很难掌握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主办单位成大是不是可以再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再讨论一下，如果这个足迹不能够完全掌握，如果这个还是有这个健康的染疫的风险的话，是不是考虑基于选手的健康考量，考虑是不是在思考一下，是不是一定要如期举办？环岛比赛结束了后，选手的脚也无法度掌握，黄伟哲呼吁延办。现代需要也声明，1万名选手甲教练规定做伙，防疫压力真大，强烈建议体育署也加大专体总延办后续所举行的9项比赛。我们要减少大量的民众在南来北往、南北移动所可能会增加的风险。考虑到疫情的变化，也甲台南市甲现代的防疫压力，体育署下晡决定，村内无完成的8种类9项比赛，延后到9月底前，才搁找时间来补比赛。已经开始比的6种比赛，继续进行到赛程结束。
如果2级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嘛？室内100人，室外500人这个规模，所以还可以进行。但是如果到了另外一个层级，我们就立即停止所有的动作。心里还是会觉得可惜，就算是延期之后，以我的资格还是可以打，但是可能有一些规划就是会被打乱。等于说准备时间可以再拉长，多练习这样。现代尾也阁宣布14个开幕典礼加选手之夜也同齐取消，会伫9项比赛复办前一天来办理。转台湾伫40年后转来到仙台，仙台拟定3个顶级应变计划，表示讲要如期办理。哪知影本土疫情小未退，变作是转台湾举行以来头一届伫开幕前一天划停的比赛。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熊停电，造成大家生活无方便。有人卡伫电梯内面，有的人是停车场搬倒出去，甚至有店家烦恼讲冰箱搬倒冰，材料会歹去。造成停电的原因，全是因为高雄兴达电厂系统故障，全台湾就要轮流送电，所以也引起民众埋怨。店家都几乎现在突然都没有办法结账了。里面通通都停电。今入去商店内底，眼前乌麻麻，一群人排队要结销。员工入去仓库，乌麻麻的工作。原本电火通光的新天堂路园，也剩几拍灯倒掉的。加油站临时打出公告，暂时无度供油。搁较有民众是因为无度交钱，车卡伫停车场。熊来停电，影响花莲超过2万户，当地民众足无奈。东西可能会坏掉，然后像那店家的铁门也打不开，他们没有办法营业。这样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很大困扰？会啊，你们因为整个没办法动啊，没办法工作。那花莲有早前家己小店店拄着熊来停电，几间店翕搁热，店主赶紧开门通风，人客用餐也是食甲规身冻寒。超商靠着无断电系统，勉强会当维持收钱，不过饮料甲食物随时会歹去。也有海鲜餐厅是烦恼讲，阁无恢复供电，损失无法度估计。有民众捌掉伫电梯内底，惊险逃生。那我们有很多的海鲜餐厅，有类似这样子的鱼厨，里面的一些海鲜跟鱼都快撑不住了。老师在3楼到4楼中间，我们将翁老师从电梯中救出。同款面临停电的，还有台东关山太麻里这个所在，家庭主妇着急的情况下，只好点蜡烛继续做代志。有民众要去当地邮局办代志，也无法度。这届停电的范围，桃园原来受到波及。江顶麦道开到交叉路口的时阵，爱特别注意，无细致会造成交通事故。也有员工趁天还未暗，窗仔外有光线，继续工作。桃园的大园路地这个所在原来受影响。另外，桃园消防局原来有接到3件掉伫电梯内底案件，好甲再无要紧。只是这届因为高雄兴达电厂系统故障，提需要全台湾轮流实施限电，所以民怨真济。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兴达电厂伫今日下晡2点半左右发生4台机组跳电意外。台电表示讲，这是受到电网故障的影响，电厂本身是无问题。也强调讲，今仔日的用电量是真有够用的。不过为着要确保安全，会分区送电。根据统计，到暗时6点为止，已经停电停5届啊。那阵停一届，影响到几落百万户，到单累积起来有超过1000万户受到影响。这样的事情能够及早的落幕，那我们也很。指挥官陈时中话到还未讲完，煞互人自动消音。原来是疾管署熊停电，疫情直播记者会被迫中断。那疾管署下晡差不多3点左右，台北市未少所在拢陆续停电。无代无志熊停电，附近居民虽然有收到细胞信息，知影讲兴达电厂因为事故全厂停机，但是也唔知影发生啥代志。因为厝内伤热，这老大人赶紧走出来纳凉。你停电是跑出来乘凉吗？会花不好要在里面，不要去我死的。就热哦。哎呦，我卡输停到下暗，你要安怎？我停啊用啊嘛，是爱面对啊，无安啦。附近规排店头因为停电，拢无法度做生意。这个电动门也不能开了嘛，哈。哦。啊，你有受到生意不能做了吗？哦，对啊，一定啊，这样子一定有影响啊。晚上不能营业啊。冰箱现在有电吗？没有。那食材怎么办？就因为他好像是半个小时来一次电，我们就想说他说不定半个小时后就会再来。新北市消防人员紧急出动，熊停电人员调离电梯，到下晡4点有25件。台北市搁较济，截至4点半有54件。到底兴达电厂是安怎跳电？台电是讲，不是电厂出问题，是电网故障。今天下午2点37分，台电公司的这个路北超高压变电所因为汇流排故障。
这是电网的故障，所以导致兴达发电厂有4部机组跳机。因为电网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发电机组的安全，它就会自动跳脱。台电表示，为了确保电网安全，采取分区轮流供电的机制。不过也强调，13个电力供应是有够的。首先要强调，就是今天的电源是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哈。在正常情形下，我们今天的备转容量应该还是有10%。伫电费缴费通知单的正面，会当看到轮流停电的组别。这个是针对4加 D 来进行轮流停电。截至6点，已经进行5轮的停电，累积限电的户数破1000万户厝。台电是讲已经紧急抢修设备，希望暗时陆续恢复供电。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今仔日下晡熊熊停电，民众的生活也受到影响。若车红顶袂倒，警察就要赶紧出来交通指挥。店家是无电波度做生意，教室无电风无冷气，甚至警察局就要赶紧用发电机，才有法度继续来办公。车行顶未倒，阿嬷骑机车就卡伫路口。台中市区因为停电，台湾大道甲文心路这个重要路口，下晡3点左右，车行顶拢未倒，环境赶紧出动速度。台中乌市中山路也是规条车红顶未倒，交通是乱糟糟。台中市长罗秀燕赶去环中国环路口了解速度状况。市区不少大楼紧急启动发电设备，不过附近店家生意拢未当做，准备做生意手续打，只好停落来，根本无法度应变。停电当然不能做生意啦，对，连停电现在连那个电风扇那些东西都不能吹啊。一直陆续这样停，又开始会还蛮麻烦的。南投县府下晡也规栋大楼停电，4个乌麻麻，民众来办公，业务也对咧受影响。中华地区同款发生停电，就连派出所一班台也无法度避免。员警赶紧搬来发电机，不过未少店家也受影响。延长关节一半，全失电。没有冰，我们要去 7 买卫生冰块，自己加粉条，知道吗？还有不少学生咧上课，熊熊停电，互教室乌麻麻，老师甲学生干咧用开线来消暑。另外，伫婚林也有黄昏市场的打商也对咧受影响。有啦，啊热天这个物件一定袂惊品质，变质啦嘛，怕变质，惊会害气吼。系啊。店家讲，今年赶紧买冰架，就惊食面害气。全台大停电，对已经欠债中部地区来讲，搁加一个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咱国内疫情搁再夹起来咯，台北市也正在准备第3阶段的防疫工作。今仔日市府大楼也拢实行徛名制，买入去的人都爱提出身份证或者是台北通来登记资料。另外，伫咧艋舺地区爆出群聚感染事件，龙山市和附近的夜市仔范围，也互市政府列做是高风险的传播区。国内疫情压悬，台北市启动准第3阶段防疫工作。台北市政府的大楼严格实施徛名制。帮我出示这个台北通跟身份证。无论户口徛伫倒位，拢会当下载台北通 App。若要入去市府，条码录一下就会当入去。目前艋舺茶艺店出现本土病例，台北市政府下令艋舺172间小食店甲食酒店停业3天，配合疫调全面清洁甲消毒。而且嘛，扩列出新冠肺炎高风险传播区的范围，北边到桂林路，南边到和平西路3段，东边到康定路，西边到梧州街。提醒4月15至5月12有去过这个所在的民众，若有相关的症状，就要赶紧去医生看做采检。建议伫这个所在的民众，都要停止群聚，抑佫有做伙食饭的行为。这种脱下口罩有飞沫传染的这种行为，要停掉。不过因为台北市是一个共同生活圈所以在这个区域以外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也建议减少群聚的这种餐饮行为。台北市目前是强烈建议，并无相关的法则。提醒民众，人若愈侪，感染的机会就愈大。台北市嘛启动快速体检的机制，民众若是有发现相关的症状，就要赶紧去医生看。所以这2种人做快筛，一个是有症状，一个是经过防疫专业认为有必要才去做。为了阻挡疫情扩开，台北市伫艋舺扩列出高风险的传播区，嘛提醒民众较莫伫遐出入，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市府5月17嘛会启动分所在办公的演练，也若20只防疫巴士嘛随时待命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印度目前已经超过2300万人感染，25万人死亡，因为病毒也传到隔壁国家尼泊尔去啊。尼泊尔是连续7天，逐天拢增加确诊人数超过8000人，死亡人数也一直逼出来。火葬场用来烧遗体查基拢是无够用，因为总理奥利无通过众议院的信任投票去互免疫啊。喜马拉雅山边仔的尼泊尔疫情愈来愈严重，3100万人口，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万，逐天确诊的人数一直在创新高，采检的阳性率要我50%，一天死亡的病例超过200个人。首都加德满都知名的帕西帕提神庙是全国主要的火葬场，62岁操手的工人塔蒙甲几个同事无眠无日一直在做工课，要满足大量的火化需求。因为遗体伤济，军方甚至伫附近的溪边嘛设临时火葬场。रात नै भनौँ छिन्डुखान निकालेर म दाउरा छिर्छ चिरिरहेछ पशुपति आर्यघाटले त अब खाँचो गर्नु भएन कम्प्लेन आउँछ यो त के छ भने यो अब 77-78 भनौँ न हाम्रो जिल्ला面对危机，尼泊尔共产党籍的总理奥利表现走精，我被推荐无经济的疗法，佮参加群众活动，联合政府的民党反背分裂。奥利初早伫众议院信任投票无法度得到半数的支持，互免职，变成看守政府。总统要求各个政党伫期限内另外组联合政府，得到信任投票，若无众议院会互解散，提前大选。也来第二波疫情上严重的印度，死亡的人数超过25万人，连续21天，一天新增确诊超过30万人，占全球新增加的病例一半以上。一天4000外的死亡嘛创下新高。目前印度已经有2000万的病人出院，阁有370万人等咧破病。连续第2天病例减少，德里首席部长基里瓦尔表示，首都的封锁措施已经得到成功，不过嘛希望政府会当加速预防射的部分，进一步来控制疫情。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的拜登政府上任了后，有甲真济 Trump 政府时代政策做一个改变，包括着外交政策。不过，伫新疆人权的部分，国务卿布林肯说是真同意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讲法。美国国务院上届新的人权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是继续用各种方式伫咧打压升等新疆。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伫维吾尔自治区的统治手段已经为英国的再教育营扩大到安吉这监视器，甲规个维吾尔自治区变做一个随时受监控的监狱共款。维吾尔人权的状况是愈来愈歹，这嘛，互联合国召开的时事人权听证会，正做欧美各国的代表谴责中国政府的场合。In Xinjiang, people are being tortured. Women are being forcibly sterilized. This is a wider situation. Probably one of the worst human rights crises of our time. 去互批评的中国政府面皮嘛结交交，除了外交部发言人伫北京批评欧美各国，参与时事的中国代表嘛要求主持人都要予伊同款发言的时间。So-called genocide, forced labor, systematic rape and torture in Xinjiang are lies of the century, which never happened. 也那德国的代表是透过感谢各国的参与，大力甲中国正口道谢。And I want to thank all co-sponsors who came together despite some massive Chinese threats. 不过，联合国管理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办公室并无派代表来参加时事听证会。针对这点，国际人权团体是表达因的失望甲不满。另外，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指出，维吾尔人权组织的统计显示，从2014年到今，已经有630个伊玛目，也就是伊斯兰经师，去互按一寡无影无迹的罪名，包括宣传极端思想、招人闹代志、煽动分离主义等等的罪名，而且阁去互中国政府关押掉咧。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美股昨日三大指数全部拢落，指数科技类股也受到影响。今日台股也是受到美股影响，落232点，收伫咧15670点。美国三大指数12全面降低，标普500指数写自月以来上大单日的幅度，道琼工业指数也大波681点，创一个月以来上大6个幅度。上新的通货膨胀数据也加深城市忧虑，互科技股是真凄惨。在这点，美国存度平静 ADR 6个幅度超过4%，受美国受乌影响，台股13一早开盘就落500点，投资人往哪看往哪害头。瞬间蒸发很多钱。有啊，可是也没有关系啊，反正你放在银行也没有利息啊，等它慢慢起来。蒸发出去了，但是总是有跌有涨嘛，慢慢来嘛。
国内疫情升悬，加上美国三大指数动盘，台股走势从落破半年线，插到15588点，上关变红来到16031点，震动有663点。伫中头过后，大盘下杀搁平乌。台积电、联发科尾盘股价收回，不过传产股的航运、钢铁、纺织等正做重灾区。所以我们估计就是说，这一次指数跌下来，这一2天至少在15000点到15500点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那我们就看这个支撑呢能不能守住如果能够守住的话，后面这个股市的部分应该就会做出反弹。分析师表示，这几天台股短时间动盘，甲去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多爆发的时阵真同款，提醒投资人唔免先过惊吓。台股支持力度也搁伫咧，是不是应守住15500点是观察指标？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压起来，总统蔡英文伫下晡4点，伫咧总统府内面召开国安高层会议，针对着疫情发展的情况，甲各部会防疫安排做一个检视。另外，行政院也甲纾困预算增加到6300亿，也甲期限延长到明年的6月底。所以2358万人，每一个人都是关键点，可能传播到你，就在你这里终结。即马本土疫情压悬，行政议会防疫嘛升级，多位用媒会做，部会首长拢遵守防疫的规定。行政院长苏贞昌呼吁大家都要甲防疫做好，为了因应后一个阶段的防疫作为，宣布甲纾困预算增加到6300亿，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编列，而且甲特别条例期限延长1年，到2022年6月30。条例里面的特别预算的总额的上限修正为最高6300亿。算是以最少的钱做到最好的成绩，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时间再延长1年。草案会函请立法院审议，按算18就会当进入立法院听诉委员会立案，伫立法院会议讨。民进党团表示，会拼伫会期结束进前，和专案3讨。另外，最近民众出现抢买物资的情形，行政院嘛请经济部清点防疫物资。目前政府徛名侪喙暗，全国也有8亿地库存，也若卫生纸的数量目前嘛无问题。销售量有上升的情况，但是所有的这个超商市场都告诉我们，它的物资供应没有问题，都非常的充裕。那么包括卫生纸呢，我们也去盘点了，这个纸浆的存量大概1到2个月的存量。总统蔡英文下晡4点伫总统府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就疫情发展的情形，甲各部会防疫部署，也有重要的防疫物资做全面的清点，嘛会就整体金融情势来做研判甲评估。这是伫去年1月22到1月30了后，蔡总统第3届因为疫情的议题，特别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是开放65岁以上民众会当去注 AZ 疫苗，也有真侪病院的名额也都已经互注本了啊。第10日一天就出现16000多人去注，就算要到期的 AZ 疫苗会当注了，不过第2档会付送到台湾买，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下一位，疫苗的下一位。本土疫情快速升温 ，AZ 疫苗这2天啊真抢市，每一间的医药人数会当用爆满来形容。趁现在可以打就先打，因为就是疫情有一点变化，对啊，所以就找个时间来打。我当然希望我第1剂打完，第2剂又能打。民众加上医护人员注射意愿明显提升。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数字，我感受会到3月22日开放注疫苗以来，到5月11日，拢总有113489个人注射。疫情爆发了后，5月12这天注射人数都达到16180人，其中以新北市上济2790人，台中市第2，过来是台北市。昨天打了16180剂哦，应该是单日最高的啊。那其中有公费13665人，那自费2515人，所以这个是累计就是129669人哦。疫情摊开，佮加上开放65岁以上的长辈公费注射，民众抢要注疫苗。第1剂甲第2剂都要让8礼拜。3月22日头一批注射疫苗的人，要伫后礼拜注第2剂。佮加上国内 AZ 疫苗的期限，会分别伫5月底甲6月中到期。另最新的 AZ 疫苗无伫6月中入来台湾，恐惊面临第2剂伫倒位的困境。
指挥中心在这段时间可能要赶快去思考，我们下一批的这个疫苗什么时候会到？那到了以后，怎么样透过比较快的、有效率的施打？这是要看整个的供需状况。现在应该是审慎乐观，认为第一批的人，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打得到。对疫苗供应的情形，部分病院是乐观看待。硬做真正国际疫苗欠缺，地方政府是不是会当家己采购呢？指挥官陈时中认为讲，即卖疫苗是防疫的一环，希望也是由中央统筹处理，较袂难去。记者综合报道。对于诺富特饭店群组感染事件开始，国内病院就扩大采检，也接触到西亚会前会长的案例。国内就感染科医生认为讲，台湾已经进入社区传播第3批传播啊。面对着无正头的感染者，会造成防疫空窗，民众家己也要爱谨慎。本土疫情升温，各级病院唔敢放松，出现发烧、落瀉、呼吸道症头的病人，一律伫户外体检站来采检。成功病院指出，为乐富德群聚案以来，成功病院加强采检对象，才检出案1203前西亚会会长确诊。这几天体检站的检验量也大大增加，敢若12单一天都采检50人。但是从诺富特群聚事件的4月27号到前2天为止，我们一天可以验到20位到30位的这个通报个案，所以才会验出这次的案1203的这位泸州的前会长，在我们星光医院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扩大采检跟通报，才会被发现出来。所以昨天我们的采检的量，那我今天看的数字大概有超过50位的通报采检的数量。12雄雄新增加16例本土个案，其中泸州宜兰群聚的这个病毒定数，加华航乐富德这个案同款。国内有医师认为讲，台湾已经进入社区传染第3波传播链。社区感染到第3波以后呢，基本上就收不回来了。第3波一定还没有到高点了，这个高点中要再传3、4个循环以后，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往高点走了，所以这时候是非常提高警觉。黄立明指出，这届本土疫情也未到最高峰，让人烦恼的是无正头的感染者，唔知影家己感染的情况下，持续伫社区传播，变作是稳型传播链。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严守防疫生活，挂喙安，过来洗手，莫去人济所在，爱靠住疫苗建立一个群体免疫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本土疫情逼出来，真侪企业拢开始启动伫厝办公，或者是分区办公。劳动部也提供相关的指引。若准是这个确诊病例关系，爱进行大消毒，迄是政府要求的。迄天的薪水就要进行劳资双方的协商。若准是头家认定讲爱大消毒，叫大家回去休困，迄天的薪水是爱照常发给员工。稍微 update 一下，就是这周的工作目标。上班时间开线顶会议，国内疫情压悬，真侪企业是唔敢大意，开始实施伫厝内上班，或者是分所在办公，要甲防疫做好。目前大概居家办公差不多有一批大概是1500个人左右，那有的公司分2批，有的公司分3批，所以总共涉及居家办公的同仁大概会有3、4千个人。那异地办公大概有700-800个人。国泰金控甲实体活动人数的限制，定做室外200个人，室内50个人。第一季的发说会嘛用线顶来进行。若有外口的人员来拜访，敢来当使用外部的会议室。若台湾银行的管控嘛真严格，民众若要办业务，喙暗、防体温、梅花座，拢爱遵守规定。就连提款机嘛要定时做消毒。若营运部门有分所在办公，就是要降低接触传染的风险。因应愈来愈侪企业实施分所在办公。劳动部嘛提出相关的指引，头家甲员工双方爱事先约定做工课的时间，劳工嘛爱家己记录出勤的情形，而且报互头家做登记。若有加班嘛爱讲，由头家来登记做工课用的时间，而且爱付加班费。该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时候给加班费。消毒后跟劳工协议，也就是他要停止休息几天。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劳资双方做好相关的协议。我们并没有被要求一定要停下来。那消毒过后，我自己想，那多休几天，跟劳工来讲清楚啊，不然的话，他其实工资还是应该要照付给劳工。若是公司有出现确诊者的行踪，就要随暂停营业。若工资要安怎算，会当看是要照政府的要求，或者是伫公司消毒了后，头家若决定要加休几工啊，算法嘛无啥共款。呼吁头家人甲员工，双方伫防疫的时阵，嘛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马祖是无辜的，拢是人的问题。新港洪天宫开台马祖当咧了警，就帮又去检举讲，因拢无挂喙安，连带头的人拢唔挂，要求因就要取消活动。洪天宫今日表示讲，行程行煞了后，就会到这先车牌。
嘉义新港航天局因为马祖自代400周年，5月7日正式举办7港6暝的西景活动。沿路暗算要经过5个乡镇，但是有网友伫庙方的面册顶面发现，参加西景的信众，阁有人无挂喙罨，要求新港航天局取消西景活动。一定爱挂，迄无挂袂使啦，对无？大家拢爱顾家，爱顾家己的身体啦。你政府吼，要顾咱安尼遮尔啊看吼，是无可能啦。觉得一年没有办也没有关系虽然大家都对马祖婆哈，就是不管是奉天宫还是镇南宫都一样，他们大家都很虔诚啦。可是真的疫情哈，真的很严重。新港航天局解说，这2天公布疫情警戒标准到第2日，因嘛已经取消原本26号举办的5000人西景活动，敢若存在地桥板顶头西景团队，而且人数控制伫咧500人以下，嘛要求全民挂喙罨，做好防疫措施。桥无放入内底就重点啦，放到外口。无入庙就对啦。无入庙啦，过来吼，咱咧光桥诶，本来光桥拢变养100-200个有无吼？即马嘛剩5-6个、7-8个只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啦。所以说应该也是上级他们说可以停止的话就停止。航天局表示讲，进前有一寡信众无挂水罨来参加活动，因拢有甲因口劝，嘛有要求桥板顶头爱做好防疫措施，配合疫情目前的情况，13号下晡5点的行程结束了后，嘛决定要取消线路的行程，配合防疫的措施。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对7日开始开放65岁以上民众会当去做 AZ 疫苗，这2天因为本土病例一直增加，病院拢出现真侪人讲要来自本做疫苗，其中伫咧新地的部分就传出讲，各行园区的厂商希望员工赶紧来做，互本地自本的人数一成增加袂少。一透早要做疫苗的人，就排队咧等啊。随这2天肺炎本土案例增加，要来做疫苗的人数连面增加袂少。当然很恐怖，很恐怖。所以特地来打疫苗。对，是的。打疫苗比较有保障啊。今天如果人数已经达到我们的那个控管的数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再预约明天的时间或者后天的时间，甚至更后面的时间，让每一天的那个人数都是满额的情况这样子。那目前预约到什么时候？现在预约的时间大概是在满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在下礼拜3了。根据统计，全国11号当日注疫苗的人数已经破11000人，还有真侪民众按算家己自费注 A 类疫苗，这边好病这2天比过去加较无用。其实可以看一下现场，现场的话，其实民众都还蛮踊跃的，因为我们现在预计是10点开始施打，那民众其实陆陆续续也都有报道的一个情形。医生提醒民众，注过疫苗了后，需要现场观察30分钟，随后几天内有可能会发生包括发烧、人痠以及头壳痛等等的状况。一般这款镜头几天内就会无去，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赶紧来做。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美丽华开发公司的企业工会今日去到行政院门口抗议，讲美丽华公司顶一日分做3个事业单位，工会是照规定改名，不过公司确实无要承认。抗议的过程，工会和警方也发生激烈的冲突。美丽华违法连连，美丽华违法连连，行政院束手无策。到我们行政院是不是束手无策？美丽华违法连连，丢蛋！行政院束手无策，行政院束手无策。美丽华工会甲相关的劳团13早时伫行政院门口召开记者会，指控美丽华开发公司打压工会，无按照团体合约来行，要求行政院就要出面来解决。放工会都可以，带进去，带进去。不过，在记者会的过程当中，工会甲警察是发生冲突。在劳团向行政院牵技能了后，警察总向进来阻挡，带走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甲来社员的其他工会成员。2个人在记者会结束了后，15分钟左右，才互警方释放。人民都有他陈情的自由，
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警察今天在我们开记者会的时候，突然闯入队伍里面，搜寻所谓他疑似的危险物品。工会表示，美丽华资方伫4月8号向公布，公司要分割做3个事业单位。因知影消息了后，就伫5月初3按照规定完成工会改名、中庭的修改，甲申请劳资争议调解，嘛得到修改中庭的证书，但是资方却无要承认。因为我们那个劳动部部长接受邱显智立委的咨询上面的说，我们工会可以直接用更名方式，我们会员全体通过，更名更为美丽华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企业工会，而且我们在5月10号的时候，我们也拿到了新北市政府发给我们的那个法人执照那个证照。既然他在争议条件之中不承认，他否认说这工会是否合法，根本就不跟我们谈。工会嘛向劳动部、经济部、新北市政府寻求帮助，但是拢无效果。所以伫11号发起罢工，即马要求行政院就要出面处理。针对工会指控美丽华开发公司回应，工会改名的定数是无符合工会法规当中任何一个会使来改名的状况。公司已经开始行法律定数。行政院回应，劳动部已经甲工会来了解诉求，落尾相关部会会来促进劳资双方的协商。记者郭碧君、张随台北报道。屏东九如国小的旧校舍有100年历史啊，经过县政府的重新整修，即马变做是一个专业的照顾园区，有一照中心、有健身房、有囡仔头耍的所在，互囡仔到是大人每一个年岁社区民众拢会当来遮使用。看囡仔耍甲遮欢喜，你叫这是虾米高级的室内游乐园？有趣流浪、球池，阁会当耍沙。其实这是屏东九如新的亲子佚佗的空间，完全唔免买票。盖好盖水啊，很好玩，很好玩，他每天都想来，每天眼睛睁开就跟我说他要来这里玩。囡仔有通耍，照顾的大人就轻松。另外，嘛有收藏2000本册绘本集，会当互亲子做伙念故事。10到15秒之后，我们再换边。行到2楼是互社区民众甲长辈运动的空间，有教练带领，嘛有脚踏车等等运动设施。1楼的日照中心，伫5年前就成立，目前有20位长辈，逐工来遮活动用餐。这个专人照顾园区14拜5开幕，外面的公园嘛有真侪设施。这原底是有100年历史的国小教室，改造了后，即马每一个年岁人拢会当来。是已经有家属，嘛就是社区的志工妈妈有来参加老练的活动，嘿嘿。所以我讲这是一个服务使用率的提升啦。个这个场地真正改好。我们老人要帮忙年轻人照顾小孩。然后咱的少年会当出去趁钱吼，即阵老人会当有一寡囡仔伫伊的身躯边吼，伫遐来佚佗吼，来耍吼，这有一个介好的氛围，对咱的老人嘛是介好的一种自然的疗愈吼。所以，阮即摆一直推动的是一个跨世代的共同生活这样安尼的理念吼。少子化佮加上个人化，屏东县开始推动专人照顾的理念。未来伫盐埔、潮州、恒春等5个乡镇，嘛会陆续成立专人照顾园区。记者陈嘉文来为做屏东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7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7度，北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4度到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